越嚟越多區議員都會喺議員辦事處入邊為街坊搞一搞活動，類型包羅萬有，包括補習同興趣班，以至派包派米等。不過區議員好心辦呢一啲活動，隨時會惹嚟一身麻煩啊！西貢區議員林穎賢上個月初喺佢將軍澳景林村嘅議員辦事處外舉辦團購賣米活動，吸引幾百個居民參與。點知佢今次賣米，佢係賣到一身蟻啊！景林村業主立案法團指，佢進行團購活動嘅時候未有向法團申請，但係更為嚴重嘅指控係團購米嘅價格被指同附近超市嘅發售價相若，懷疑有人以團購嘅名義佔用公眾地方進行商業活動。林穎賢就強調，舉辦團購買米活動只係希望惠及區內嘅居民，並冇從中獲得利益。我哋發現，其實民政處對區議員喺辦事處舉辦活動嘅指引模糊不清。有區議員就指，佢哋喺舉辦活動之前詢問當局嘅時候，對方只係好含糊咁話，只要係非牟利就可以，但係完全都冇仔細解釋詳情，包括需要咩文件證明活動係非牟利等。為免誤墮法網，唯有拒絕舉辦涉及金錢嘅活動。所謂非牟利有陣時個意思亦都係好含糊，咁結果有陣時都究竟係會唔會跌落陷阱，我哋都唔係太清楚，咁只能夠我哋採取個態度就係盡量自己小心啦嚇，即係譬如有啲就如果驚就唔做咯，但係有時有啲居民又真係有咁嘅需要，有啲呢個康文活動嘅時候咧，我哋亦都酌情去用一個協辦身份去同某啲組織去做咯，就唔敢自己擔正。陳偉強坦言，希望當局俾更加清晰嘅指引，列明邊一啲活動可以或者唔適合舉辦。有法律界人士就建議當局應該修訂指引。民政事務總署就表示唔反對區議員為居民提供任何社區活動，但係就應該避免利益衝突，亦都唔應該向合辦單位或者有關活動提供者收取費用。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